新闻一开始来看台中一台连结车违规来回转，阁毋慢配合警察来临检，而这个产业的小路啊，抓行批车，甚至把库来冲撞到骑机车的警察。警察对这个车链连开4枪，连结车也是走一走。热心的民众开车载着警察来约车，这个驾驶最后是甲车弹的，走去美丽的水沟底，当场去互警方掌到。 原来是有啉酒。警用机车伊伫咧录前面的连结车，这阵连结车向用6档啊，嘛故意伫弄警员，警用机车嘛被告歹去。快点啊！ 警员迅速对车链连开4枪，连结车继续逃走。后面热心的民众马上协助。需要帮忙吗？帮我追他。好，帮忙！刚刚被车撞，刚刚开了2枪。连结车驾驶半路车弹的逃走，警员甲民众落车落落。回桥，快走！驾驶飞入去水沟内面，以为无人知，结果当场被警员抓出来。你是唔是有注意啦？你小心啊，弄啥？当场你无查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踩架大台，你敢知影？免考啦！哎，免考，考咩啊？连结车驾驶被扣手铐，伊的酒测带是0.37，伊伫这市区违规回转，又搁拒绝警员的拿走，车搁开入去这残华小路里，还搁差一点落到一名女骑士。 平常训练有素反应快，他的膝盖有一点擦伤而已。不过在追捕过程，只有警员小可刺伤，连结车驾驶啉酒开车冲撞警员，拢原则罗列人车安危、危险驾驶、比公共危险甲杀人未遂罪，依上法办。